第15屆全運會喺星期5閉幕，本港今屆奪得9金2銀8銅，合共19面獎牌破紀錄。獎牌運動員可以獲得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頒發合共超過1147萬獎金。根據獎勵計劃規定，喺個人項目，金牌嘅獎金可以拎到75萬，銀牌就係37萬5千，至於銅牌就係15萬。至於團體項目，金牌嘅獎金係150萬，銀牌係75萬，銅牌就係30萬。以獎金計算，單車選手李思穎喺公路女子個人賽同場地女子全能賽奪冠，合共拎到150萬，加上喺女子麥迪遜賽入面同梁詠儀齊奪金，平分150萬，即係每人75萬。李思穎一共拎到225萬。佢喺回覆我哋嘅時候就話會將獎金儲起嚟啊。而泳后何詩蓓喺女子100米同200米自由泳贏得2金，加上50米蛙泳同自由泳2面銅牌，合共2金2銅，一共拎到180萬。至於喺男子佩劍個人賽勇奪銀牌嘅何思朗，拎到37萬5千，佢喺賽後笑住咁話會將獎金俾太太何迪林啊。